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会这款修正法案已经伫立法院三读通过，行政院即马提出复议，立法院是按算6月19，会请行政院长杜英台去说明，然后立法院伫6月21要表决。杜英台昨昏是表示，复议案应该合理讨论，伊希望有时间会当和立委好好说明立场。目前，哪里两党拢要去地方宣讲，民进党昨就伫花莲宣讲。若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是建议，会使办电视辩论会，伊认为安尼较有效率。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立法院19日10月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报告，而伊记名表决。杜英台时表示，希望有充分的时间，甲立委说明行政院的立场。希望有充分的时间，能够清楚的向立法院委员们来说明行政院的立场。我们提出的复议案应该被合理的讨论。复议案21要表决，民进党要下乡宣讲。杜英台讲，目前以行政院公务为主，暂时无其他安排。那也嘛就为各地宣讲反制。不过，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认为，应该要办电视辩论会，更较有效率。其实大家也非常清楚，这只是一个政治动员，你知道吗？这比赛挑我开动完，你知道吗？那既然这样，我是主张干脆就办个电视辩论了，最便宜最有效，你知道吗？如果是要电视辩论，就表示说这些法案其实是需要再被讨论的，不是吗？那最好被讨论的地方，其实是在立法院的委员会。早知如此啦，何必当初？民进党10时开始下乡宣讲，头一场就办伫荷兰党主席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的大票村的花莲。面对国会席处较少，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叫那边刘总书换过来，那赢总调鲍坤基公开征求民进党陆军组做反制，各质疑民进党执政8年是安怎拢无做。执政党全面8年执政，8年的时间台湾黑熊最多都可以生出3代。黑熊宝宝可以当黑熊阿公了，可是法案还是写不出来。强化行政院立法院2议沟通，杜英台13暗请第3批民进党立委，佮讲提复议毋是恶意要甲国会对抗，毋过该实现就实现，会捍卫宪法的基本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关心政府推出新青安厝贷款，要减轻少年家买厝的负担。也毋过说，互外界质疑讲，这个政策只要是害房市贵个热起来，有帮助炒房疑虑。财政部是表示，会要求公股银行加强贷款的审查和稽查。若中银行对昨开始嘛进行房市管制措施，要甲买第2间厝的贷款趴数降到60%。也毋过外界嘛认为讲，安尼有可能会影响到想要换厝的民众。新青安政策实施10个月，已经5万2000人来买厝。敢若新青安贷款受理金额，更加对去年头一季220亿，大大增加到今年头一季是1331亿，占房屋贷款总额25%。今年头一季无论是新厝旧厝厝价，抑个房屋贷款申办户数，拢是创下新高纪录。房市接收入，新青安是毋是互乱用，引发讨论。加强贷前的审核以及稽查，贷后的稽查，那目的呢，就是要防杜运用这个新青安贷款，一个不正当的一个作为。新青安贷款对去年8月开始，有计实施到2026年7月31日，这位年满18岁也是翁也是某未成年子女，名下无自有主体，拢会使加入。贷款的额度上悬1000万，利息补贴1.5倍，延贷40年，宽限期5年。不过帮助少年人买厝的比例，恐惊随5年宽限期1个月，会因为大家开始甲厝卖掉。我要辛苦30年，但是不见得会有比较好的回馈，即使只有5年，我觉得是不够的。央行总裁杨金龙推出第6波房屋市场管制，6都加上新竹县市第2号贷款的成数降到60%。也不过专家认为讲，没有房屋市场较另外有限，有可能影响到正常换厝的需求。假如你已经是刚签约的，那还没跟银行申请贷款的，那这部分的话，资金上可能就会出现缺口。最近1-2个月要交屋的，那你可能跟预期的贷款有落差的，它也会出现一个资金的缺口。专家认为，通货评定无消毒，房地产加税投资保单的收算，一个半导体 AI 投资，加上新青安也无话停，央行即摆出手，恐惊敢若会使互短期的交易量较落来，希望厝价明显落来，也是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刑事局是表示讲，马来西亚和台湾的诈骗集团有发展合作加密的模式，专门欺骗新加坡的华人，透过 APP 对机房远端去使用被害人手机内底的网络银行，甲口座内底钱转去人头口座，再搁去买虚拟货币洗钱。去年就挖1900个新加坡人受害，目前已经抓到4个台湾人、2个马来西亚人，当地扩大侦办。继续关心中国时报，交通部长李明彦连续2天拢对外表示，已经咧规划，或是已经成团的中国旅游团拢会当去出团。这唔是许可制，也唔是保庇制，嘛无虾米类开放这款讲法。昨昏伊接受广播节目专访的时，伊嘛强调讲，中国无一定爱全面开放中国旅客来台湾，会当先小规模互动，亲像小三通也是自由行，互相会当一步一步来开放。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13在意大利 G7 高峰会的场边签署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拜登嘛在记者会顶头表示讲，目标是要强化乌克兰的自我防卫能力。泽伦斯基是俄罗，这是历史性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丁14嘛对外表示讲提出。你认为讲好的条件，伊是讲，若是乌克兰会当放弃加入北约，也佮有对占领的4个所在撤军，安尼就会当停止这场战争，互相来谈判。也毋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认为讲，普丁无信用，就算因达成条件，洛西亚嘛是讲假的。伫乌克兰和平峰会15要开进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提出负担的条件，只要乌克兰军队完全撤出俄罗斯所占领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还有扎波罗热等4个地区，并且正式放弃家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俄罗斯就会停火进行和谈。Диалога с Россией, от которого зависит будущ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Украины, в Киеве будут принима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исходя из сложившихся реалий и 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подлинны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а не по западной указке. Хотя на этот счет существуют, конечно, большие сомнения. 普丁讲，无俄罗斯参加的和平峰会就无法度解决俄冲突，也无法度针对欧洲的安全问题达成协议。不过，乌克兰当局批评普丁开的条件完全是骗局，希望国际社会唔通认真看待这种违反常识的条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普丁的停火协议未信任的。Які окуповані і які не окуповані. Говорить про кілька регіонів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і він зупиниться, і не буде ніякого замороженого конфлікту. Меседжі ті самі, як у Гітлера, який казав, 100 років не пройшло, який казав, що дайте мені частину Чехословакії і на цьому все закінчиться. Ні, це брехня історичн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回应讲，普丁无资格对乌克兰提出和平要求，并且强调，普丁会让自乌克兰领土撤军来结束冲突。北约也驳斥普丁的要求，也佫讲这并不是善意的提议，是想要占领更加侪乌克兰的领土。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译。所以咱来看全世界上新即马护照的排名，前3名是新加坡、意大利和西班牙。今仔咱台湾是排伫全世界第69名，中国排117名。咱台湾护照去100个国家会当免签证，也毋过全世界嘛有一个国家是拒绝咱的护照，这个国家就是乔治亚。外交部是表示，咱嘛继续改善民众入去乔治亚的签证和待遇。咱领务局办护照的人共款是叉，休热就要到啊！真侪民众是特别来办护照，好出国来享受假期。小孩护照5年到要更换，马来西亚吧，去1个礼拜，目前还没有问题啊，就很好用啊。是哪里拿护照的啦？去日本大概玩5到6天。桃机场的人共款一大堆。最近全球签证指南网站 Visa Guide 公布全球上强护照的排名，199个国家内面，新加坡以91.15分排第1，意大利排第2，西班牙排第3，台湾以69.46分排伫第69名，比去年底是进步1名。中国32.65分排伫117名，除了新加坡是冠军，日本排第13，是欧洲表现上好的2国。我很高兴成为新加坡公民，国家管理得好吧？啊，他会特别才要，不然都不用。
其实台湾护照是得到100国，互咱免签入境。另外有47国爱申请签证，9国会当申请电子旅行证，40国会当申请电子签，29国落地签证。不过有1国Georgia是拒绝咱国的护照持照入境。外交部及相关住处正透过不同管道积极尽洽乔治亚政府，呼吁该国不应采取与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背道而驰的做法，无端限制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及合作机会。外交部表示讲，会持续来争取和Georgia互惠互利的做法，改善国人入境Georgia的签证待遇。目前除非是和Georgia邀请参加当地活动比赛还是会议，才会当用个案的方式摕到签证。记者综合报道。夏热要到啊，即马大家拢准备要出国，若桃园机场是又搁漏水。这是昨我到的时，第2航厦包括美食街也搁贵宾室拢在漏水。桃园机场公司经过调查，主要原因是航厦的厝尾顶当伫做防水工程，啊，毋过这工程有欠点，加上昨昏落大雨才会漏水。这是3个月来第3届出问题啊！机场公司讲会去发施工的单位，嘛有向民众回示的。用电扫帚一直吸水，要甲这积水清掉，毋过水也是滴滴答答一直滴落来。我中到一场大雨，包含桃园机场第2航厦美食区、甲航空公司贵宾室顶面厝顶拢漏水，民众讲是真喊过。太夸张了，对，有夸张啊，对，都好像跟不上时代，觉得跟不上时代就对了。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奇特啊，在看美景呢。吃饭还有那个可以看瀑布哦。没有，我觉得工作人员很忙。桃园机场对3月、4月开始对第1、第2航厦来做防水的工程，总经费大约是2亿。工程有计2年，土机公司调查漏水原因是包含接旁防水处理无完善，也有后续工项无及时来完成，加上强大雨，照这漏水情形才严重。持续的施工碰到强降雨，但是这个还是不允许这种情形发生。那我们会对相关的一个施工厂商、监造单位做一个深刻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检讨。碰到强降雨的时候，事实上你还是要有一些应变的机制。随上桃园机场近3个月来一直有事故，4月发生清洗作业车的、春秋的手骨清理电联车的、铁轨路高破车厢，估计第2航厦休困的所在天崩落来。这摆又发生防水工程疏失漏水，土机公司讲，这摆漏水事件会对施工单位罚大约10万块，也讲高风险的工项拢必须事先来登录，互减少施工甲承办人知影，到庭来防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呢，中研院有推出台湾当前挑战系的讲座，计共有13场。要讲的议题包括政治、科技、语言这的，会邀请专家学者全部拢用台语来发表。昨昏举办头一场，主题是台海安全中的美国角色，由2个长期研究台海议题的学者来对谈，分析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咱台湾的国际地位。伊嘛呼吁政府一定要注重国防，和国际上看到咱家己要保护国家的决心。这几年，文化部大力推动台语主流化，伫影视创作、艺文表演、台语活动等等，拢有提供补助。为着要推动学术的讨论，中研院的社会所、欧美所、甲法律所，嘛邀请真侪专家学者来办台语讲座，就叫做台湾当前挑战系列讲座。针对目前台湾要紧的问题来讨论，阮邀请的专家安排的题目包括法律、政治、社会、教育、历史各方面，阮希望讲安尼活动能推广学术的讨论咱看电视立法院还有这个研究院用看14讨论的主题是台海安全中的美国角色，由中研院研究员林正义主讲，和东吴大学潘欣欣教授对谈。学者指出，台湾伫半导体 AI 的国际地位是全球关注印太区域安全的一部分，咱嘛爱防备中国非常规部队的威胁、领地作战等等，嘛呼吁政府一定要注重国防，互国际看到咱保卫家己的决心。咱讲台湾以这个国防的武声来减少。还是讲咱对咱家己的安全无在意吼，对要帮助台湾的这块国家，因是认为讲爱个考虑吼，因为这个是一个足现实的这个问题。大家足烦恼，讲敢会到第3场伫东亚这边发展起来，所以讲咱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
特别是讲中国即马经济即马咧愈来愈败坏啊，烦恼就是讲伊敢会利用战争来去转移伊国内的即个烦恼的代志。两位学者拢讲，这是因头一届用台语来讲台海议题，嘛表示要甲学术名词讲互民众了解有影是无简单。中建院社会所所长表示，到明年1月刷来半年，也阁有12场讲座，内容真丰富。除了提出各种议题的分析甲政策建议，嘛希望实践用台语来讲万事万行。民众透过台语台 YouTube 嘛会当看到直播。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台语文刊榜今仔日台语课总体检的系列专题报道，咱要来关心的是，有学生团体伫去年的时，因针对108课纲发布观察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内底调查，有43%的学生囡仔无认同本土语的课程，若认同的敢若32%。所以要安怎引起学生学本土语的兴趣，是即马爱面对的问题。也无一个学校敢会受到安尼的意外。高中2年、3年，敢有学生想要选修台语，教务主任访问到这条是笑笑啊。学生修本土语课以外，对学生团体 IUS 所发布的108课纲观察报告，就看得出来并无悬。调查指出，有63.59%学生认为本土语课无压力，也是压力无大；7.1%感觉压力足大。29.31%认为有部分压力，毋过针对本土语的高中必修2学分，却有24.8%学生非常无认同，18.7%无认同，24.3%认为普通，认同的有19.9%，非常认同是占12.3%，无认同的比例比认同的悬。就算多数学生感觉本土语课算轻松，学习兴趣犹原无悬。针对这点，台师大台文系老生贤副教授表示讲，破除学本土语无路用、无利益的迷思真要紧。过去的研究发现讲，日常生活内底有定得2种以上语言做切换的人这个囡仔的智力，还有管理冲突的能力，拢发展了较好。伊得到这 Alzheimer， 还有得到这个失智症，的时间会当延缓3档半到5档。要爱囡仔建立本土语的能力，除了大人本身要有意识和囡仔讲母语，政府嘛要利用政策，互本土语有实际的效益。李江区台语文教基金会陈宏辉执行长表示讲，无工作群愿意对外开喙讲母语，才通表现多元社会，打造环境。咱使用这个语言的人，爱主动伫无共场所，拢表达的时阵，拢用这个语言。大家若愈侪人安尼做，咱这个需求才会展现出来。本土语的意识培育，民进党立委张雅玲表示讲，针对台语要来拍6节，推广母语家庭，母语毋若伫厝里讲，更加爱拖出去社区，要求文化部重新订定母语家庭的任务，母语普及才是重点。你都有机会听到这类，所以就是讲，除了空战，我们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之外，在他每一个接触点上面，是不是有这台语的环境？统整本国语文甲外国语文所有的政策来统整处理，解决这个传承危机的问题。台语拍6节，嘛要拍空节。民进党立委张雅玲讲，会去推动政府增加影视的投资，若通互人家接触台语，嘛通为台语增加就业机会。毋过本土语若要伫生活种种层面拢有法度应用，头先爱面对的就是新思维甲标准化。母语团体呼吁政府就要紧成立本土语言发展中心，导入本土语的建设，解决传承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镜头来嘉义。嘉义县民雄东港有几名学生5月份的时去参加全国的比赛，因是用骑车安全做主题，替乌多摆发明等月的时会当加强灯光，也佫有会当发明一款会当侦测车辆的压力，或者车辆会当自动灌风还是消风这款设备。这2项发明对交通安全拢将有贡献，所以拢摕到金牌。机车不管骑对一边，大顶的路机拢会对变化，增加长远的照明。鼓励民雄龙岗汽车科的学生，结合因骑车经验甲对安全的需求，发明这个物件。学生表示，安怎用所有装置来控制灯光的反应，是这个发明上困难的所在。大家人骑车的角度拢无共，因为速度
我登外的时阵会倾斜的角度嘛无共，所以我需要爱去调整它触发的角度。因做中学可以让他们在各方面各大较大的兴趣去认真学。除了机车的照明，另外还有一组学生发明一项会当用手机来控制车辆压力的设备，甲机车照明的作品同款，拢伫全国专题实作甲创意比赛当中摕到金牌。带因的老师就讲，有的学生为着比赛伫头练习愈做愈好，除了进步也增加自信。当我们侦测到轮胎压力过高的时候，就会通电到电磁阀来进行泄气。反之，当我们侦测到压力过低的时候，就会送电到我们的打气泵补进行轮胎的打气。做到后边练习到后边的时候，我发现伊讲了愈来愈好，而且嘛做有自信的。所以讲伊咧表达的时阵，真正是能做了袂歹。讲实在，比了着名学生会当安尼进步咱其实做老师的感觉讲是安尼，咱较有就是较欢喜啦。民雄龙岗表示，这届比赛拢是学生为头到尾家己去规划，老师拢只是提供建议。因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甲背景，毋但发明会当改善行车安全的物件，嘛互学生伫解决问题过程当中培养思考甲主动学习的习惯。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顶个月，新竹社区大楼火烧厝，致死2个消防人员不幸殉职。社会上开始各地关心消防人员工作权益，也若要拍火是真注重体能甲能力。嘛有消防员因真注重战术和家己的体能，甚至呢，因阁会出国去参加世界警消运动会极限消防员的比赛，替咱的国家争取荣誉。下暗7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帮节目，带乡亲咱做伙来关心消防英雄的故事。讲体格、受水大、爱家人，这阵真拼死咧训练的消防员甲技校，拢是民间组织台湾消防者的成员。因利用休困日做伙为明年的世界警消运动会极限消防员的项目咧做准备，透过比赛来强化执勤的效能。在世界舞台，甲各国的消防员竞技交流。去年加拿大的话，极限消防员个人是第3名嘛，那这个也是以前台湾没有人去挑战过这个项目，那我是第一个挑战，也是第一个获奖的嘛。咱去接受这科学化的训练的时阵，会使把这较有系统性的训练导入咱消防的迄训练内底安尼。训练的教官甲队长，大部分是为桃园消防局训练科战术体能指导员专班来的。因结训了后，就去各地教学，推广战术体能的知识，希望让消防员出勤的时阵会当知影安怎保护家己。消防做食体能的啦，平常时若无咧训练，你若搁加上这种日积月累的疲劳性，精神就已经做无好啊。啊，你体能当然嘛无度去表现出来，所以就容易受伤的啦。真正是你有训练，你的体力较好，你的气力嘛较大。因为有当时你唔知你会拄到啥物款的病人。拍火兄弟伫咧前线冒险救人，唔通等到不幸的代志发生了后才知影来检讨。面对火场的压力，基层的消防员希望透过家己的训练，让台湾公务体系消防观念对着国际上的脚步。很多事情是从基层先去重视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文化，去渲染开来，由下到上，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伫灾害现场拍拼救援，结束了后继续训练。这阵消防员甲技校，甲家己保持伫上好的状态，用速度、用力头，冲破一届搁一届的难关。伫灾害现场，消防员平安，百姓安全才有保障。记者吴天虎、林建如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天气，受西南风的影响，今仔日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今仔日苗栗以南有可能会落13、18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
来看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